认真想看卖吼，迄日子是你在过啦吼，人生是你的嘛，着为着别人委屈家己，人生海海啦。你看伊搁即马安尼哦，恐惊我后悔嘛袂赴。你搁少年，搁有足侪时间莫浪费哦，好好把看有法度搁进一步。上次看到你用塑胶杯，不环保，想说带来给你。这不要那明显啦。阿信帮你准备的，想说如果你有来台北住我们家的时候，可以用。安尼阿信离开了后，小好是安尼闺蜜一项，拄会遮的人哦，拢同款孤单。无啦，我甲小欧之间，阿久阿信阿伫个。那我先走了。阿信已经走远啊啦，你嘛应该为家己打算。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。免阁修改啦，身边有人哦，好好把握啦。正因为吼，咱迄庄家吼所在较细，我惊你收紧阁嫁人会讲闲仔话。即摆认真想看卖吼，迄日子是你在过啦吼，人生是你的嘛，着为着别人委屈家己，人生海海啦。你看伊搁即马安尼哦，恐惊我后悔嘛袂赴。你搁少年，搁有足侪时间莫浪费哦，好好把握，看有法度搁进一步。若是你愿意哦，我愿意做一个现成的媒人哦。